알아서 뭐 가셔로 지금 용도스. 나는 신기 Germany when the hotel they do chasabine kwanzu put lots of effort to be green summer badaji kuyu zungyolia tuba de bezushida che 정도 제장 되지 Germany 기 미마르 다나 신기 시중 토네 에네 지 kuyu zungyo당 아니 원장제로 늦어야 채도 배주방을 채부대랑 제수양 중요해요. 那么，尤其我对德国印象最深的，也觉得最让我高兴、感到非常欢喜的，就是看到这里的绿树非常的多，它有很多的森林，许多的绿树。那么，就像这一次我们住的这个旅馆好了，也可以看得出来，旅馆它在这个环境的保护上，在绿化上，它真的做了许多的努力。总之，我看到整个德国给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是德国人民也好，或者它的政府也好，都在环保、在绿化这一块呢，做了尽到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我在这里也非常随喜他们的这些的作为。 단도인의 아주다 we need to do lots of things we can. 단도인의 아주 제과다 마보시다 이렇지. 라바도 ku유순교 도알야 아주 지 단동양 제과다 망보십지 망보지 알았어. 제투야. 근데 안드링의 죄제대 다 kuyu sungkyubdan drewe da jweja da jirisha diren jusan di junze tene tedan drewe thwane da ke kamyo tsikashi shuyi 当然呢，我相信这个环境保护、绿化这一块要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做的还有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所以今天晚上这个主题，总之我要谈的就是有关环保相关的一些议题，跟我的一些想法。 kuyu sungkyubgola ke shidusane da mimangbuchigi kyorang si kuyu sungkyubgola ya thonang yonggoya da ji kuyu sungkyubgola ya thonang yonggoya gyumse da ji gyugen zhabdi kyorang gerla di gyugen kharim bas chigi tindri geja chiye mangbu yongdu 在谈到环保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因缘或者什么原因会想要关注环保这样的一个议题？ 当然，kuyu sungkyub thwale thonang yonggoya gyumsen zodi da thonang sene zhado da delaya dis semle chonang rabchi 중세 유에데버디 gyumsen karresana ara chungchung ara kesa di da pyoegi da sharsho da lungpa kugyo kasa remote place da dinti che qabdi dus chezang di nga zu traditional tsowa gyesi dere da zhongbegi tsowa nomadic dinti tsowa gyesi dere chezang qabdi dusane 치기 다 릉중 쿠류당 타 녀버체네 아니 소화계야로 드지기 고급지 초물었어 지단 뒤주디 뉴뉴지 로드 다 보여야들 초물에 이내한 디기 파자디 띵사버 쉬쉬야 되지 단다 이내한 디 파자디 띵사버 여버지 천왕 용이 도스 那我最主要对于环保这样议题是很关注的原因，在于说，或者说是我对环保它是有一种感受的一种感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我从小有关，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出生在这个藏区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这样一个牧民的环境。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很传统的，真的牧民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跟大自然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那是很贴近这样的一个土地，这样的大自然的。虽然我在那样的生活时间并不长，才7年，时间算比较短，但是对我的影响却非常的深远，直到现在我都有蛮深的一个感受的。ganzu shimanan sinde pödi saja chenbo Europe ki gegab kashe ki saja le ndab shi nga de che de je ta de ta ine mirang nyu nyu azu nam yu 6 million skare ta de kar pyuri yeze de ta je domain 6 million actually it's not really 6 million ta de ta chigeli yab 상원 저 domain 6 million nearly 6 million ta de ta ta remember so to ta kada ta 6 ji sa ta chu masim za ta ji ma do yo ma ba de du sang ado ta sa sa chen bu shi shi yo che de du san ne ta di space shi shi yo che mi sang lo lia reng jung ku yu lia ba long su jue a da de lia energy ge enjoyable chag space shi da yu de chi de ji sha Man muss sich bewusst machen, dass Tibet als Land, als Landschaft 那相信大家也都大概有一个概念哦，就是讲到了这个西藏藏地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甚至听说，它比一些欧洲的国家还大有4、5倍这么的大。有些比起欧洲的某些国家，它是在西藏藏地呢，它的范围是这么的大哦。但是那个地方的人是很稀少的。那么有一种统计说，藏民呢总共有将近这个600万。那么但是这个数字应该还包括了是全世界的，就是海外的、国外的这样的一些藏民，全部加起来大概600万。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总而言之，大家会有一个概念，讲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它的地方非常的大，然后人却非常的少，所以呢，藏民可以说就是在那边是很享受着那样的一个地大物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dieser Weite und dieser Natur, der man ausgesetzt ist. 근데 별이야 지 딱 글래시스 말고 거리 먹으시라 해야 되지 다가날 동 동차 지차 나 동차 제가 세리버 가시 세두산에 표기 딱 거리 뒤줄 내 로치차키 루기에 되지 다 이제 딱 거리에 마음이 되지 안다나 신기 다지 방종다 신 담을 마음이 다 나 소시요 니가 진대 유산에 tradition에서 말하다지 수익인 비밀 수익이 셈나로래야 된데비지 강르당 다나 신기다지 저리당 다 가르는 되게다 행동 되게 초단 지울라서 받아들 상로 그주에다지 the living system sananda 버지 란르비지다 루르비지에 버지 된데지게 간다 그주 디 지 object 인터비지야 다가 지금 아주 기타 가서 펜본을 붙이려 삼로마다 지지 다디지
다르지 아주 respect 체서로 지다 뉴바이에 대비지 단지기 living system으로 들리지량 문제.同时呢，在西藏你会看到它是雪山环绕的，那么也有许多这些科学家也说，这个西藏的雪山它有着上万年的这样的历史。那么当然那边还有很丰富的草原、开阔的草原，而且天然资源等等都非常的丰沛丰富。所以在藏民心中，他们生活的环境，周围看到的、经验到的，就是这样的雪山、这样的草原，还有这样的湖泊等等。那么山林、湖泊等等。那在藏民来看，对于这一些，他们比较不会将它物质化，而是比较将它有一种可以说是形象化吧，或者说是有一点神格化，就会觉得说这些山林啊，或者说这些湖泊，它都是神，它都是龙，都是龙族，都是天神，所以对于他们会非常的尊敬，对于这一些大自然会非常的尊敬。等다 딘지지기 구유나놀래야 나는 차로 충분히 인자 딘지 구유나 게 다들이야 차로 충분히 인자 다디 바자르지 쇼심부예지 인상 총계를 나눌래야 다 미망 총계를 나눌리 게베 다미 로춘주 망부치기 릉중 구유사데 지 TV 당 나나 신기 magazine dang chakbar da denana parda ma do ji ngwe su ren jung khu lia ji chung du ne ji ren jung khu lia ta nie chi de ya dang tel ji ren jung khu ya ji ga zhe da enjoy ru cha de ko ga ru cha chung ya ma ba jie za da ji natural beauties and dang ya na ji ren jung khu di za chen bu ka zi mi sa de chona ru ge dis ka la ru chi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从小生长的这个环境哦，所以这样的整个样的一个环境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当我在接触到，尤其来到了现代的社会，或者说这样的城市里面的时候，我看到许多的小孩子们，他们从小都是从电视、从报章媒体上去看到什么样是大自然，他们都没有机会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美。换句话说，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大自然的美妙在哪里。所以要他们说要珍惜这个大自然或重视大自然，他们比较没有感觉，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大自然。ane rangjung khuru dang de ji namba sangebe da chue nyamle somro de tiboro javasta yodebichi java yodebichi ane drin lusane da kondu shibna singi 다당 아주 지금 저블링 토리아 체릭 저기 토안에다 인포메이션 많고 지용돼야지 쿠율리아 이제 가서 니주 근데 쳐야 봐대 니 인포메이션 많고 지용돼야지 다 이변에 인포메이션 많고 예비체 미상매기 다변은 이제 politician party 내에 다가나 신기 지게 가서 social activist, environment activist, 이나라 딱 안갈로 깜바니당 타나지 깜바니의 창매기 구유중급사의 개침이 뭐지 타매기 시에야지 들으시오니요. 따이네 오늘 니주 토라. 라렌 따르 걸이야. 가두이네 가서지 강에 태대로지. 아주기 시에받는 시지다. 나는 아주 쌈받는 시, 저와잡는 신지. 라랭 걸이야. 디 용토면지. Today in Uganda, information alone is not enough. That the information you level nano you have
是人个拿老了呀，别这从哪也错给不起，这哪来了看这大国民啥的给出不起来。这里呀，这就 spiritual tradition 什么的，这不灵给。这 religious tradition, spiritual tradition, 这就这套了呀，等这 play， 搞说这 role to play 什么的，这里偏到切头安不起，等用是的，哪怕都是哪怕三个不就行比那样，当个光的学难些个，可有当这搞说，可有送给当军人比个这，这把也对吧？这里是面对偏到切头了什么的。Der Schutz der natürlichen Umwelt 那么这个大自然呢，跟我们的修持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就是环保这样的议题跟我们佛法的修持两者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从各个地方，你都很容易的能够取得许多有关，包括这些科学家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地球的状况的一些报告，或者说一些资讯，我们也都很容易的得到。那包括现在许多的，不管是政党也好，政府也好，或者一些环保组织也好，或者一些私人的企业也好，其实也都在这个注重或者提倡环保的重要性。虽然是这么多的资讯也好，或者大家也都说要这么做也好，但是有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实际作为上呢，却并没有做到环保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心中想的，我们的口上说的，甚至我们希望的，我们却没有真的这样去实践哦。所以讲回来，仅仅是理智上的知识，它真的是不够的。就像之前提到说，要让知识从你的大脑进入到你的心，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必须要真的感同身受的意思。你要对环保这样的一个议题，你要真的有所感受。有了感受，你才会进一步去实践，这样才是很重要的。那在对于实践环保这个上面，我觉得世界上各个所谓的精神传统，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换句话说，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讲，各种精神传统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尤其是佛教，就像我最开始有提到，佛法的修持。它从过去以来就跟整个环保或者说大自然的是息息相关的。For example， 什么的这个变成切面，这三个，本来这三个，过冲白个了。行动这个中的过程不是写个吧？这里三个月够了，清楚，准备中三个吧的。这去过了托马过是这样，是的，长松龙日大那是萨尔纳的，日大哪里啊？这去过了过的，然后新个。냥에는 대백거리네요. 근데 신 살아서도 신 살아서. 다가다 신이 버르다 냥에는 대백을 주시어 봐. 디나네 지 디난다 자 치슈르디 디제다 그냥 드시어요. 举个例子来说，佛陀诞生的时候，他就是相传是他的母亲依靠着一个树，然后而诞生这样的佛陀诞生。那么同样呢，在说佛陀成道的时候，他也是在菩提树下成道。那么另外，佛陀说法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鹿野苑，也就是我们说这样Sarnath 印度的 Sarnath 这个鹿野苑的这样的林苑当中，他说法。那最终佛陀最后他涅槃的时候，也是在梭罗树
这样的2棵梭罗树，就梭罗双树间呢，它涅槃。 베나 상계베 내가 올려. 다 상계야데 다 most celebrated 소머다지. celebrate 쳐와데. 다 개치슈르지. 상계야도 차디 얼마. 제장아 아주 3년 나는다 상계베 걸로 운해체나 미망부 very crowded people lots of people very crowded and lakwadab kijab shujab 다 적으로라 이내야 상계가 코란티의 미수지민도 미민도 행동지 아니 在电机 디가나 코란지부 very natural that very peaceful quiet and the 가서 정중 감다 하지 않다 지가 왜 투매지 해야 됩시다 이제 就像刚刚说佛陀成道的时候啊，那一般我们说哇，这可以说是佛陀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成就圆满的佛果。那可以说这是最值得庆祝、最值得赞叹、祝贺的一个时刻。那么，所以我们大家一提到哇，这么重要的时刻、值得庆祝的时刻，很多可能我们心中的画面就是很多人围绕在这个佛陀的周围，然后大家起立鼓掌赞叹佛陀您成道啦，真了不起啊！但其实画面并不是这样的。佛陀在当他成道的时候，他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棵树，就是菩提树。然后他坐在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草席上，就他一个人而已。Ladies and 那幅画 gentlemen, 面它 now 是 the 很 Buddha 自然 is 的 gone.，它是很寂静的，是很平和的，也是很安静的。那么，其实这就是大自然的情况，这是非常符合自然的。 The very ordinary ruchi. Today's ton ngana sange yorwa. Just some true ordinary. Some 제가 ben jagala 행동 지가 와라. 대딩 망고여라. 삼사 this logem바든데 인공 칼라사사로 행동 와라 녀지 되더라. 나 근데 망고 시작통야. 제가 아주 급디디 상계에서 teeth the nearby there 아주 대 상계 임하고 막 주어는 진짜 내가 디스칼라고 所以这幅画面哦，它真的是非常的普通的、非常的平常的这样一幅画面的。那么其实就好像现在你走在印度路上，你都随时可以看到印度蛮多树嘛，它下面都会有一些老人，你知道午后饭后都会在树下就睡觉这样子，现在都是大家看得到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可能当时如果佛陀证悟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搞不好也不觉得哇他证悟了，因为那就是一幅如此自然、这么平和的一个平常的画面而已。 제가 당한 소리야 처음엔 지치잖아. We will disappointed. Not that exciting. 다 이내 상계를 처음이나 because of that kind of peaceful moment situation, very ordinary situation. Today, but the attention, you can connect with the universe. And 다는 신기지 가서 connect with the nature. Connect with all sentient beings. You can then 다는 신기 가서 뭐 보탐지 니로 가리면 돼. 또야. Great moment for him, for the Buddha. 차요.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失望了，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证悟成佛的一个画面，我们会觉得蛮失望的，也会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够这个样，不够有趣这个画面。但是在佛陀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因为他的平和、他的平常跟如此的寂静，他才有可能真的跟整个宇宙联系上。
他才真的可能回到这个大自然，他才真的可能跟所有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佛学名上所说的，他也因此了悟到了万法的一个实相。所以，这个对佛陀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时刻。等于上啊，最近的 some the material desires 什么的被 so disturbed 什么的这个，确实前面呢，大家 exciting 的去，啊，就这玩意儿切切，大家làm sao这个用啊的去，这玩意儿切切，你这个话呢，spiritual materialistic 的差不多。所以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哦，真的反省一下，我们真的是太物化了。我们甚至这种过于物化呢，结果把修行呢也当成如此的要物质化。所以我们一个话说叫做精神物质化了。所以我们的修行，修持也要应该觉得要很刺激，要很速成，变成是这样子，那这实在是不好的。当我正啊，人中苦有的。南北嘅，却拿到了些就是啥呢？七年引进点，南具体什么些啥？真的这个，大家说的 picture 这不就是 example 的 picture 这不就，真的是写个样子。当我们你可以看到在佛法中，或者说这些经论中谈到的大自然会怎么形容呢？它主要有两个面向。而构成整个大自然的画面哦，这两个面向，也就是我们叫外在的气世间跟内在的情世间，有这两个，就是外在的大自然环境，叫山河大地，跟内在的居住在当中的这些有情生命。那这个外跟内构成了整个大自然的画面。第一个 picture 的 example 的也什么嘞 ？natural environment 的俺说嘞，告诉了这个的 connection 什么的，平时这个几点跟对吧？就约不的，告诉了这短途下去，别下不去，人都什么的。我觉得佛法中光是这样的一个形容，所谓的外气世间跟内情世间，本身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佛陀似乎就想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跟这样一个大自然，或者说外在气世间，它是息息相关的。光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就在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如此紧密的一种关系。去年一几点点，我说 hold 就去个月记得，大致我说了，告诉我这，告诉我这这 object 你知道不？就没不记得，但我说送给去 hold 去个月不记，nurturing 去个月不记，这是同都是。那这个外在的气世间它并不像是一个物化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有点像我们捧在手中的，是我们要去孕育它，是我们要涵养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里你去热的了，更充沛呢，哪个具体的呀？我人家用的吧，对人家用的也不对，还是谁不去好多来去。应该是说外在的这个气世间，它所谓的气，这就像个容器，它是养育我们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说，如果这个容器它被破坏了的时候，那么住在里面的有情生命，它自然也没有办法很安全的生存下去。这就是啥呢？当年망고치 가수라지 구육 순교부터 하려다 망고치 체리다 튀메기 계속 망고치의 식문다. 진짜 나한테 체리도 시라자 오츠시다 좀으로 안돼 시라자 네 딱 한다는
다시 어쩔 수야 돼 간데 좀으로서나 지단계 나랑 디 kuyu sungkyub laya tsowa ruchi chonang kyegobe gyumsen karayimade kyan suji shubre da dine nga rangi da ji namba sangkyuben tang anji kuyu sungkyub ki nyamlen sawaro dini badun debaro khanchayabade ndodu ruchi kyan su laya shubre da dine nga rang samsuru shubre 那么我以上说的这些有关环保的这些想法呢，其实也不太符，可能跟科学家说的实在是不太一样。我也没办法讲科学家会说的这些对于环保的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科学的这些东西。但总之，今天就是一个分享跟一个介绍。最主要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关注环保这样一个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那这个跟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我所接触的大自然有关系。第二个呢是是我分享有关自己身为一个佛教徒，而我觉得佛教徒跟环境保护这两者的紧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这里刚刚以上跟大家做了一些简短的分享。 kuyu sungkyub chasade lerabjremde te lerabjremde 가르에서나 다디 아주기 living style 아주 초와 계단단 저것이다 되지 당 아주 더 kum지에 되베기 아주 하베츠므로다 다 대단 저버야 되지 근데 다디 sobju 잡거나 it's quite painful it's quite not so easy and did yomr chaglia that's tell ya the country improve chad gunlong kiste shu chimboch gosarwa gunlong nuba shibji gosarwa that put strength spirit that shibji gosarwa that de gudusane da gi kondu shibane singi information along the ngasolya understand ji karwe koarji nye dogre 이내양 오늘 전에게다 꿀롱 슈게 this that 요한 디스칼 하고 심슈 파는 지미지 realistic 된데 토한다 손한게 하지다 이제기 배 가수에다 소왕 오열을지 용하지야 근데 배수셔야 돼 공지 돼야 돼 계속 시다 있어서 总而言之呢，讲到保护这个大自然、保护环境呢，要做起来，实践上来说也真的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它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说，我们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了，所以讲到环境保护的时候，我们必要的也就必须要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但是当谈到要改变我们的惯性的时候、习惯的时候，那就是不容易的，甚至很多时候也是蛮痛苦的。所以真正要实践环境保护，的确。自己需要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动机，或者说一种很坚强的一种新的一个精神上的力量，要支持你才可能做得下去的。那么就像我最开始也分享到的，现在我们要取得知识，比如说为什么要环境保护啊，为什么要保护地球，各种的资讯已经够丰富了。那甚至我们也都可以有很好的理解了，知识上的了解也都够了，道理也都够多了，但是是不是要去实践，或者说那种急迫性或者那种强烈的动机要去做环保的这样的一个心是否能够升起，那就还是在于自己了。那这个也唯有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你去实际的感受，你才有可能真的升起这样子强烈的一个动机。지 소수기 가 greed 될 control 비치고 다디 지 취기 변하다지 변하가지고 TV 대나자 다는 advertisement 상으로 아주 greed 지 야기
지 휴식 당 시간에 최선 수수 컨트롤 해야 돼. 지 수수 금지 차버려 제가 그때 컨트롤 해야 돼. 너나 지 가줄이야 오늘 고야 가려임 봐. Need and wants some of it. What is really need? What is just want? 다 디 개발을 체체. 들이 삼동아 지당. 땅은 너나 당기세요나 신기. 지 가서 닝도 좀 매비나? 아니 타제 도마로. 안 타제 마도는 요하당 도마로. 안트린디 가져다. 다들 저기 들이 닝도 못 없어. 所以讲回来，还是得从 I'm also hooked. 就更 have control. 所以讲回来呢，还是要从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自己贪婪这个上面去着手。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也并不容易，因为现在所有你看到的电视、报章媒体，所有的广告告诉我们的都是要，比如说要消费、要刺激我们的欲望等等。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静下来，要想的是，到底我们需要的跟想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还有我们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这两者要分清楚，就是我们的 need 跟我们的 want 这两者要分清楚。那么总而言之，讲回来，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急迫性，或者没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去做的话，那我们也就不会如此去实践。那么不去实践，也就不可能造成任何的改变，也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发生的。所以回过头来，还是得要从自己的一个勇气跟决心上下手。但真的是真实的，回过了忙不起，但忙不起现在却看不到他，这常常嘛就是写的盲查，哪天打的牛查。드레인 주산에 디 두주 마고 저런에 치도 드레인 주산다 알아이네야 시와 버러니네 다지 가서 디 라레 마즈 따고 하는지 드지 통도 드지 상물로 지 다는 신 가서 라레 마즈大头呀，这是女别感觉，你们日拿了了呀？这个的，他说是去踢吧什么的 ，drop 电能性，大家讲去踢啥不能行？你们日拿了了这，说是女别感觉是前面呢，点这上效很多 positive， 他说的这 change 是这样出来的，就把这日什么程度是。我想这就是我大概想要分享的这些内容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太多，那也没什么用。那么现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说太多，做得太少，那样只是浪费时间。所以讲了这么多，再想想，其实我自己来讲，也真的还可以更加的努力，在环保这一块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呢，在这里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每一个人，你们也都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到一些环保的事情啊。那么其实这就好像是一滴水，虽然只是一小滴水，但是慢慢它就能够汇聚成善的这样的湖泊，甚至这样的一个汪洋。那么总之，这样的一滴水，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整个世界会有正向的一个改变的。但是呢，森林民主不是吧？是吧？
선이的民主别过来几现意思这，那你民主别忘了，对忘的我那古呀的，俺的龙门的，俺的呀就就是但的今年个的是多少整个了的，卡张忘也是的，俺的龙茶是，但的忘的提前着年个了的，的忘就古呀特别吃因素。那么接着呢是明天会要给予的是不动佛的一些教学，那么在后天会给予的是不动佛的灌顶。那先话说在前头，后天是真的会给灌顶了哈，所以不是今天像今天一样只是给口传而已，不然很多人就开始恐惧跟慌张，这个哇。他今天说要给灌顶变成了口传，那会不会后天的那个灌顶直接就跳过口传变成了教授，也不给灌顶了？所以你放心哦，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后天的不动佛还会给予的是灌顶。第악쇼비아 디 가서 인지는 immovable 사 그런데 근데 주스도 프로그램 날 악쇼비아 or immovables 다들 괜찮을 거 다들 아 악쇼비아 사나 미마버지 바지 하고 만다 악쇼비아 상스키리 악쇼비아 라라 악쇼비아 아바타 maybe avatar teaching ro go avatar longin te zang ta ko alien ji sare sam chengro da chi chena aksho bia avatar maybe it's alien chengro wa yina ya immovable sa de ji kenzare to da 제가 디 조디 aksho bia sa de khashenan 된다 규르용도 사네 세당 여러와 미당 와서 세미당 와서 세당 매와서 지 셈디 세당기 규미 좁아서 미당 와서 리지 규도 대 구주심도 서 조데 코란기 민주바 코란 민주바 라고 윤선 가르사나 코란기 상기 민주바 코란기 담보 전주도 투기에 걸려야 니네 청주 마도 기바도 심진 수레야 시당 상바 기가 민체제 된데가 담제 셰바 인사 텔레 때네 민주가 사도 정도 이디 뉴사 시에미 당와사로 시당이 민주가 사도 되지 좋나 그래서 고아르시 야만 로서 그리스도 那么讲到这个不动佛，或者我们中文也有翻译叫做阿处佛。那这里法王特别提到，他看到这个英文翻译，它就是直接就是好像不会动的这样一尊佛，有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如果不懂这个阿处佛的人，或者当然在座很多外国人如果听到他是用这个阿丘比啊，就是阿处的意思，他又跟阿凡达就是阿凡达这个还蛮谐音的，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阿处是谁？是不是阿凡达？搞不好是个外星人啊！这样，总之它不是这个意思的。那讲到不动佛、阿处佛的时候，首先阿处它是这个梵文，它的意思中文里面也有翻译成不动也好，它也有翻译成这个无嗔。那其实最主要阿处佛的意思，它是无嗔的意思。那为什么它也叫做无嗔佛，就是不生气、没有嗔心的这样一尊佛？就是因为当他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当他最初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愿，他说在我未成佛之前，我对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众生，我都不生起嗔恨之心。所以他就得到最后成佛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叫无嗔，或者叫阿处的，或者一般我们叫不动的不动佛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